台中海线地区举办着写毛笔字甲刻印的比赛，来自全国大约有2000多人参赛。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比赛，让传统的书法会当定根生团。海线出名的食品大厂举办全国的书法及团刻比赛，今年拢总剩2000多人报名参赛，就是提升一下比赛经验，然后希望以后可以。就是写得更好，练习的部分，然后把它发挥到最好。我今天是以张猛龙杯下去，用欧阳询的字体下去套。大部分常青组要能够入选的哈，大概都要30-40年的功夫才有资格进入。大家都是很厉害的，各种字体的。都有。主办单位讲，今年比赛已经是第7届，参赛者为小学生到4大人拢有，个人拢有个人的风格。现场美术是大型的书艺展演空间。我们希望我们这种书法比赛是可以融入我们的生活，封闭的艺术圈扩散到一般大众社区，让大家都能够共同来参与啊。主办希望在这个快速的时代，透过书法，让人有静落来的力量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